好，来继续来看有这个青年农民分享伫鱼尾仔掠沙白鱼进前浪鱼的这个画面。当这个塑胶牌啊伫鱼尾仔快速咧洗的时阵，这个沙白鱼受到惊吓，会跳起来冲出的水面，就是这个动作会当互鱼啊甲肠仔刀排好清气，讲这种的沙白鱼食起来会真好食。沙白鱼倒放落去煮，再来搁淋姜丝葱啊，这就是一出沙白鱼糜。真的很好吃，都没有沙。这个沙白鱼肠用一寡豆油、蒜蓉，这是内行人上介意的。很鲜的，没有土味，很鲜甜的，可以用干的，还可以用汤的。沙白鱼肉质又有蛋白质、维生素，真营养。不过若想要好食，修成时都要先人鱼啊。牌仔伫鱼尾仔顶面伫洗，沙白鱼钓紧了会跳出水面，这个动作会让鱼啊将肠仔内面的物件排清气。都迄下一关的排泄物较有，起来鱼啊其实好食的话，我做起来就真好食。煮法很多了，坐月子的或是有的开刀也可以吃，只是不要加姜就好了。好这沙白鱼料理背后有真侪代代相传的渔民智慧。